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2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田初瑜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新的一天，因此刻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一切杂念，专心亲近你。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更愿意来遵行。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今日的引导，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荣耀主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可以看见耶稣有7个神、7个我是，还有7个见证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人。那今天这一章很特别，我们会看到第7个神是拉撒路复活，看到第5个我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看到第5个见证人就是马大、玛利亚的这个马大。3个呢都集中在这一章11章的里面。那我们来先请初一长老带我们来读第11章的1到7节。好，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也住在这个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位曾用香油膏抹主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的。患病的拉撒路就是她的弟弟。那2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朋友病了。耶稣听了这消息，就说：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而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使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妹，也爱拉撒路。他接到拉撒路害病的消息后，继续在所住的地方停留2天，然后对他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谢谢。那拉撒路的故事呢，只有记载在约翰福音。虽然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也曾经用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啊，但是那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后来又生病死了。好，那长大麻风死，跟这个拉撒路是不同啊。那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所帮助的人。那他住在伯大尼。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拉撒路，讲到死里复活。那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也曾经有让其他的人死里复活，包括马可福音第5章雅各鲁的女儿，还有路加福音第7章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那这些，所以拉撒路并不是唯一在新约当中耶稣死里复活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个事件呢，是被安排在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位置，然后也代表着耶稣殉道的开始开始要殉道的这个关键点。那他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就是椰枣之家或是悲惨之家。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伯大尼呢，耶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第10章我是好牧人。然后呢又提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他赐给他的羊有永生，永远不灭亡。那他与父是同质同体。那但是这句话呢，就让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他。那所以以至于耶稣呢，又离开他们到约旦河的东边去那这是指在北边的伯大尼。但是这个伯大尼呢，他在第8节地方有提到说，这离18节地方提到离耶路撒冷只有6里路6里路就是不到3公里，大概是2.8公里，所以相当的近，所以不太可能是约旦河外的这个伯大尼。那他有2个姐姐，大姐是马大，马大的意思呢，这个名字呢不是希伯来文名，是亚兰文名亚兰，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跟其他外族取的名字，那是叫做女主人女主人。那妹妹
玛利亚呢，玛利亚这个呢就是希伯来名字哦，就是旧约当中的米利暗，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那所以这三姐弟呢，他们住在伯大尼，离耶路撒冷非常近，不到3公里的地方。但是呢，在约翰的安排底下呢，还特别介绍这位玛利亚。玛利亚呢，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的脚，换。那这个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的脚呢，在马太福音的26章，有记载这位玛利亚。马可福音的14章，也有记载这位玛利亚。好，那现在是路加福音，好，现在是11章，可是这个会发生在约翰福音，好，是在11章，但是这个事件呢是在第12章，好，就是在下一章，所以三卷福音书都记载这位玛利亚。好，那路加福音呢也记载一位玛利亚，好，记载一位女人，她去用香膏去抹主，但是路加福音呢却强调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哦，然后。但是呢，对照其他，就是抹耶稣的地方呢，通通都是在一个叫西门的家中，西门的家中，所以这个有一个高度的重叠。那有人认为，那不是同一个玛利亚，就是马太、马可、约翰跟路加那个有罪的女人是不同，但有人认为这是相同，因为毕竟呢，都是在西门的家中做客。那但是有可能这个西门家中，因为时间的点也不太一样，那至少在在约翰福音这里的是在耶稣要殉道的时候，马太、马可都是比较属于是在后期，路加是在中期，耶稣服事的中期所发生的。那在考古学呢，也曾经在伯大尼附近的坟墓的墓碑上面呢，有找过像有马大啦、有玛利亚啦、有拉萨路啊，这样的名字。那可见这些的名字呢，在当时很常见。那所以这里很特别，就是说记载这个玛利亚这样形容呢，还没有把这个故事先搬出来，就先说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可见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个动作呢，在约翰写约翰福音那个时代呢，已经是非常的出名，非常的家喻户晓，所以他就只要这样子点呢，看这些选书人都知道那个玛利亚是谁，那才可能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她有一个姐姐。好，那玛利亚呢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哦。好，那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好，马大、玛利亚，他们来接待耶稣。好，那个地方呢就没有提到拉萨路。好，所以这对姐弟呢在圣经出现的地方很多。好，那昨天有提到呢，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修殿节之后。好，那修殿节是在12月，所以耶稣从前面9章的第8章的住棚节，好，然后到现在第10章后面的修殿节，大概过了2个多月。那第3节，就是马大玛利亚呢差人去打发去见耶稣，说你所爱的朋友病了。那所以拉萨路跟耶稣呢，有很好的关系。好，但这个整卷圣经当中呢，除了那个跟亚伯拉罕乞丐的那个拉萨路会说话之外的，其他的地方看到的拉萨路呢，约翰福音的拉萨路呢，是没有说过任何的话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形容，就是这个拉萨路呢，名字是神所帮助人，也是耶稣所爱的人，甚至现在这种译本翻成你所爱的朋友。那所以耶稣呢，跟这一个家庭呢，跟这3个姐弟呢，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好，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跟玛利亚的对话，跟马大的对话，好，那真的是耶稣很亲近的朋友。那耶稣听了这消息呢，他就说拉萨路的病不至于死，而是要借此使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使上帝的儿子借此来得荣耀。所以马代玛利亚召人去告诉耶稣这个消息，显然就是有意要请耶稣来为他的弟弟来祷告，或是来医病，或是呢能够像这个医治大臣的儿子一样，好，在外地呢，然后不用走32公里的路，好，就能够一句话就能够医治。
但耶稣呢却没有说他的病好了，只是说这并不至于死，更说这是为了要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借此来得荣耀。那第5节说，耶稣呢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妹，也爱拉撒路，所以这个家庭呢，那他们跟耶稣之间有很频繁、很深厚的关系。那他接到拉撒路害病的消息呢，继续在所住的地方停留2天。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离耶路撒冷要走4天的伯大尼。那但是耶稣呢没有马上去，也没有马上要医治，也没有马上说他的病好了，只有说这并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停留2天之后，第7节才对他的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再到犹太去吧。那在第6节在原文当中有一个于是，所以当拉撒路他接到拉撒路害病的消息之后，才继续再住2天。所以耶稣多住2天呢，是有一个目的，并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呢因为特别爱这个家庭，所以特别又多住2天。好，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那耶稣如果爱这个家庭，好，应该第一时间，好，那就赶快出发，去从北边的伯大尼去到南边的伯大尼，好，然后可以去为拉撒路来医病，至少去探访关心。但耶稣呢，却用另外的方式爱这个家庭，所以多住2天啊。所以有时候上帝爱我们，他没有马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他让他子弹多飞2天，好，让这个风浪多停留2天，好，但是呢，第3天他就会来到我们这边了。好，那所以有2个看法，好，一个就是耶稣呢要来从北边的伯大尼来到南边的伯大尼呢，130公里，好，那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的话呢，好，走路，好，再来就要花4天。但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不用走4天，好，是要走2天，好，因为这报信的先走了1天，然后耶稣都停留了2天，好，然后呢他们又走来了1天，好，那所以呢就要这样子花了4天的时间。好，那这样如果是走1天的话呢，等1天要走60公里啊，好，那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那第8节再到16节，请处一长带我们来读8到16节。他的门徒说：“老师，前些时候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想再到那里去吗？”耶稣说：“白天不是有12个钟头吗？人在白天走路不至于跌倒，因为他看得见这世上的光；人在黑夜走路就会绊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又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门徒说：“主啊，如果他是睡了，他就会好起来的。”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拉撒路已经死了，他们却以为他讲的是通常的睡眠。于是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为了要使你们相信我不在他那里保治好的，现在我们去看他吧。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要跟老师一道去，跟他一起死吧。”16节。对，那耶稣说他并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要让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那所以得荣耀呢这件事情呢，到12章的21节，希腊人来见耶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事件串联起来，就是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消息呢，在犹太地传开，传到哪里去呢？传到希腊人。所以希腊人听见呢，在犹太地居然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来见耶稣。所以耶稣就知道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已经传到希腊去，所以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在下一章。所以这个事件呢也会一直延伸下去。但是现在耶稣过了2天，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因为他当初离开犹太就是因为他讲了谎，
讲了实话，但是却被人差点用石头打死。所以他的门徒就说：你前些时候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你，你还想再到那里去吗？好，那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耶稣是为了保命，所以才离开犹大地，然后来到了这个100多公里外的伯大尼。但是耶稣却说，白天有12个钟头，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他看得见这世上的光哦。所以耶稣把他在第8章所启示的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呢，那也再一次的宣告出来。因为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耶稣呢在的时间就是这白天，所以耶稣现在在讲的就是他跟这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白天，那黑夜走路就会绊倒，因为没有光。那当耶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甚至受死降在阴间的时候呢，就是在黑夜，那个光呢就会暂时看不见，但是呢永远不再消失的光，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会成为那永远的光哦。那耶稣说了这些话，那就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所以耶稣这句话是2天后，那这个睡着了这样子的形容呢，在前面呢没有人去这样形容。虽然帖撒罗尼迦保罗写给教会的信有说这个不是死了，是睡了，但是这个概念呢，还是从耶稣这里来的。因为呢，当耶稣说拉撒路睡了，可是众人都以为拉撒路是真的在睡觉，耶稣要去叫他起来。所以可见当时的希伯来人或是当时的犹太人没有死跟睡，死等于睡了这样的观念，是因为约翰福音11章，耶稣这里提到说拉撒路睡了。但是呢，旁边人以为他是真的在睡。其实后来约翰也特别讲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指拉撒路已经死了。那后来耶稣又告诉他说，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所以睡了等于死了。在神的眼中来看，死了是睡了，但是在人的眼中来看，睡是睡，死是死。但是耶稣为了人的缘故，他们可以明白，否则他们不晓得说耶稣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耶稣15节说，为了使你们相信，我不在他那里倒是好的。所以耶稣他绝对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医好拉撒路。可是医好拉撒路呢，就不能够使神得荣耀，因为神也曾经医好大臣的儿子，但是呢，也是被迫害、被逼迫，或是被怀疑、被拒绝、不相信。那所以呢，为了要使你们信，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所以耶稣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多马呢，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约翰福音11章有多马，14章有多马，20章有多马，跟安德烈的安排很特别，就是刻意安排3次。多马的意思是低图马对，他的他的原名是他的名字是低图马，意思是双胞胎，就是双生子、孪生子，所以他可能是有双胞胎，叫多马。那他呢就跟其他的门徒说，我们跟老师一起去，也跟他一起死吧。因为呢现在一堆人用石头想要打死他，我们现在去呢可能也是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可是这些门徒呢依然带着信心，愿意跟耶稣一起下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再请出一章，带我们来读17到27节。耶稣到了伯大尼，知道拉撒路已经在4天前埋葬了。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还不到3公里，有好些犹太人来探望马大和玛利亚，为了他们弟弟的死来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来迎接他，玛利亚却留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
但是我知道，甚至现在，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他一定赐给你。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一切吗？马大回答：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谢谢。所以耶稣终于来到这个马大马利亚的村庄伯大尼，而且呢，也知道拉撒路呢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4天了。那这4天呢，就是耶稣刻意选的时间点。那在当时的医疗没有那么发达，那他们会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也不会马上下葬，会让他先停留一段时间，至少3天，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呢，灵魂还会在身体的身上或是附近3天。那如果4天呢，这个人都没有动静的话，那他真的就是死了，真的就是下到阴间，而且身体会开始腐坏所以这第4天呢，是耶稣因为爱这个姐弟的缘故，所以他刻意算好的时间。那他来到伯大尼呢，也很多的犹太人来看望马大马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马大马利亚呢做人成功，耶稣爱他们，众人也爱他们。马大呢曾经也开放他的家中，让耶稣来讲道，甚至呢他招待众人，接待众人，好像是一个女主人一样。那玛利亚呢却是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选择那更好的上好的福分。好，那这些众人呢都来安慰马大马利亚，好，然后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好，那所以玛利亚呢在家里，好，马大呢就来见耶稣，说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好，所以马大他很知道耶稣的作为，很知道耶稣可以医治好病人，他很知道耶稣呢，他行很多的神迹。那但是然后22节马大还说，我知道甚至是现在，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他一定会赐给你所以显然马大在这里又有一个信心的宣告，就是虽然弟弟死了，但是只要耶稣开口，不论求什么，上帝都会赏赐。那这个是正确的。那但是马大他也没有强迫也没有要求耶稣要做任何的事情。那耶稣就回应他说，你弟弟一定会复活。那耶稣这里讲的不是说你弟弟病好了，因为他死了，但耶稣说你弟弟会复活。好，那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会复活，所以马大也接受耶稣的教导，知道呢这个耶稣来会审判以前呢将来再来时候会审判以前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先经过审判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马大的复活观念呢是在末日他会复活。那25节就是耶稣启示，自我的启示。我们和本都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但是它的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所以这个现代中译本的翻译是正确的，就是把耶稣他自我的宣告讲出来，我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对马大来宣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人也必复活。好，那现在中文本说也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一定永远不死。所以这句话呢跟马大的末日的复活呢有没有一样呢？如果是一样的话，耶稣就不会再讲这句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句话呢再多思考消化，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复活不是只有在末日，而是活着信耶稣的人就永远不死。
所以26节是耶稣要启示的重点，也跟前面他所讲的拉撒路是睡了，不是死了，但是人呢不明白，所以耶稣只好继续的再讲更明白，就是他是人眼中的死，但是呢是没有死，其实他没有死。那所以耶稣又在挑战，你信这话吗？那这27节，马大呢就做出了信仰告白，成为约翰福音第5个的见证人。主啊，是的，我信我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上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正确答案。所以这对姐弟呢，果然没有白费耶稣对他们的爱，他们能够正确的来说出耶稣的身份，是将来要临到那世界的。所以马大呢，已经比其他的门徒，至少还比那个多马的信心呢，还要来的坚定的多。虽然多马看起来很有信心，要跟耶稣一起去死，但是马大在这边呢，能够正确的来对焦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再请出一张，待会来读28到37节。好，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家轻声告诉妹妹玛利亚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玛利亚听见这话，立刻起来去见耶稣。当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到家里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他急忙起身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到坟墓去哭。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也看见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在哭，心里非常的悲伤，十分激动，就问他们：“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他们回答：“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因此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有些人却说：“他开过盲人的眼睛，难道他不能使拉撒路不死吗？”那玛利亚和耶稣呢，很重要的对话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去轻声告诉他的妹妹。那和本是私下说，所以是他的意思是小声的说，可能妹妹为了弟弟为了拉撒路的死还在难过当中，然后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见就立刻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还没有进伯大尼，还在外头，还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所以耶稣也是显然是刻意安排的，就是他没有直接去见玛利亚，而是在外面等玛利亚来见他。那31节，玛利亚呢可能都不离开家，那都已经埋葬好，虽然弟弟拉撒路已经埋葬告别式安放礼拜都做完了，可是他还是在家中哭可见他对这个弟弟呢非常的不舍。那这些安慰玛利亚犹太人看他出去呢，以为玛利亚又要去坟墓里哭，还跟着他，所以可见这一对姐弟呢，真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在爱他们。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的第一个动作呢，就跟马大显然不太一样。马大是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好，那玛利亚呢，什么都没有说，就伏在他脚前。好，可是呢，多了这个动作，他说的话呢，就跟马大说的一样，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好，所以两个姐妹呢，都说一样的话，只是玛利亚先敬拜，再说。所以玛利亚总是有办法更让耶稣这个因为后面不知道是谁用香膏来抹耶稣所以玛利亚她除了嘴巴说，她的心里面更有内容，知道用什么样的动作去敬拜耶稣。那33节，耶稣只看到玛利亚的反应哭，那马大显然没有这个动作哭所以马大比较冷静，比较理智。好，那他还可以跟耶稣对话，做信仰告白。可是呢，玛利亚呢却哭个不停。所以
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也看跟他来的犹太人都在哭。哇，这对姐弟到底是有多么样子的讨人的喜爱？好，这么多的人跟他们一起哭。那耶稣呢？好，心里悲叹又忧愁啊。好，那这个悲叹的意思呢？好，是指情绪上的激动，但是也可以翻成愤怒。好，愤怒。所以呢，耶稣在激动什么，或在愤怒什么？可能耶稣不是绝望的哭，好，玛利亚可能是绝望的哭，但耶稣呢是激动，说人呢在绝望当中，真的是看不见世上的光啊，看不见那个复活已经在他们当中，生命在他们当中。但是呢，耶稣虽然激动，但是他也忧愁，所以呢。35节，也是圣经最短的一节，4个字，耶稣哭了。好，那英文是2个字，Jesus wept，就是只有2个字啊，耶稣哭。但是这个哭呢，跟前面玛利亚的哭呢，是不一样的意思。玛利亚是嚎啕大哭，但是在这里耶稣的哭呢，是强调落泪的哭，耶稣掉眼泪了。啜泣，英文是啜泣。好，所以犹太人呢看到这一幕呢，又在旁边就是当旁白说，你看啊，耶稣多么爱他，好，耶稣多么爱这个人啊。好，那甚至呢，也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他不能使拉撒路不死吗？好，所以同样跟马大都有这样的期待。好，马大期待说，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呢，也有其他的犹太人说，耶稣都能够开那个闭视那个叫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好，拿去西罗亚池子洗，难道他不能够叫这个人不死吗？所以这几个问句呢，其实都表示，耶稣他的身份已经给群众有这样的信心，那但是呢，耶稣却是用眼泪来回应他们。好，最后再请出一章，让我们来读最后一段38到44节。耶稣心里又非常激动，他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穴，入口的地方有一块石头堵住。耶稣吩咐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说：“主啊，他已经葬了4天，尸体都发臭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亲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我知道你时常垂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的这些人，为要使他们相信是你差遣我来的。”说完这话，他大声喊：“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条，脸上也包着布。耶稣吩咐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以上。谢谢。好，那所以耶稣又悲叹跟前面的看到玛利亚哭呢，是同样的。那但是呢，他不进他的家，是来到拉撒路的坟墓。那坟墓是个洞穴，有石头挡着，跟耶稣的埋葬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耶稣就吩咐把石头挪开。好，那大家就开始紧张。好，因为前面有说。在现代中译本说葬了4天，那应该不是指他指他死了4天因为他们会至少让尸体停留3天，3天后确定他不会再动了，然后才把他去安葬。所以不是葬了4天，是死了4天。那但是呢，大家开始为耶稣的举动在紧张的时候呢，耶稣呢40节，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吗？”所以上帝的荣耀呢，就是在耶稣的剧本当中，他要让拉撒路从睡的当中把他叫醒，死的当中让他复活。那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好，所以他们呢真的很顺服耶稣，
去动死人的坟墓，然后呢挪开石头，那耶稣在这个墓穴的外面做这样的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我。好，那这句话并不是呃耶稣是刻意讲给众人听的。好，我知道你常垂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站着的众人啊。好，所以大家都站在那边在观看。所以耶稣呢祷告完就大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所以44节，那死了的人就是拉撒路，手跟脚上都还裹着布，脸上也包着头巾，但是呢他就走出来了。好，那所以这个就会挑战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死人。那我们如果死的人呢，都把他送到坟墓里面、棺木里面，甚至把他火化都处理完了，好，那他是不是就出不来了呢？那其实，这个事件呢，是放在约翰福音的第7个神迹，就是神要显出来的荣耀。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死了，是睡了。而且活着信耶稣的人呢，就永远不死啊！好，活着信耶稣的就永远不死。所以可见呢，拉撒路他认得主的声音，好，他是主的羊，所以耶稣这么一叫他，他就能够听见，就能够出来。但是这只是一个预表，好，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好，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要再死。就算真的在这个历史上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不过这些教会史上死人复活的神迹之后呢，哪一个人还能够继续活呢？因为那个复活是短暂的，不是耶稣所要讲的永生，所以只有耶稣第2次再来的这个审判呢，才会让我们进入永生了。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那个病了38年的瘸子，他曾经讲了这句话，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耶稣在第4章说他是好牧人，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3只羊，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都认得耶稣的声音，但是只是他们没有想过说，在死了第4天，应该说是死透了，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活过来的状况，身体的机能都发臭了，但是呢，听见耶稣的声音呢，也能够马上那个生命就来到。然后呢，就又活过来。但是是在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复活的样子就是这样。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继续想说，那我们这样就要土葬啊，不能够火葬啊，然后因为火葬都变成骨灰了，那怎么复活，怎么听呢？但就算土葬200年后也都是变成灰了，效果是一样的。所以重点不是说我们是用肉体的耳朵听，而是我们是睡了，我们死了的人是睡了的人，睡的人呢，耶稣会叫醒，再叫醒我们。所以拉撒路呢，他不是用那个开始腐烂的耳朵听到耶稣的话，而是神的灵来动工。那今天这段圣经虽然有点长，但是很重要，也值得我们反复的思考。金句在40节，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呢，这只是一个记号，拉撒路就是一个个别事件，不是每个人。玛利亚也没有接受这样的礼遇，这个马大也没有，那耶稣的12个门徒也没有。因为呢，这不是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今生的复活，更要我们的追求的是将来永生的复活，复活后得永生啊。那拉撒路，我们从马大、玛利亚的反应来看呢，就是他们对于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呢，显然还是不是很清晰、很具体。甚至这个拉撒路呢，他都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像马大做出这样的信仰告白。
好啊，我信你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只要认得耶稣的声音，他就成为复活。而耶稣也说，活着信他的就永远不死，所以他不是死，他只是睡。那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有我们身边很多亲人或是朋友或是弟兄姐妹，他们是死了，但是呢睡了。我们是否相信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就死了，就睡了。但我们是否相信他们也会听见耶稣的声音而复活呢？耶稣说，趁着白天做神的工，神的工呢，就是要使人听见耶稣的声音，相信神所差来的基督。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相信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害怕死亡吗？那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的眼泪，他安慰马大、玛利亚，还有众人的心，与哀哭的人同哭。那耶稣呢，后来也得荣耀，是用他真正的荣耀，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众人的罪，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也看见耶稣他望天，举目望天祷告，要使我们相信，甚至呼唤我们的名字，叫出我们的名字，让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出来，看见耶稣是世上的真光。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认识我们，你按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你也要我们听你的声音。我们虽然只是读圣经，但是我们也是将耶稣的话读到我们的内心，读到我们的灵里面。当耶稣从天再来呼唤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清醒，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回应你。不管我们所在任何的艰难，甚至在死亡当中，但是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主你的爱来隔绝。今天有嘉硕和俊伟的婚礼，也求你来祝福在今天的婚礼当中能够有主的同在，也祝福我们在今天当中更能够经历到上帝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能够相信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基督。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初一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